大家好啊！非常歡迎各位伙伴抽出寶貴嘅時間嚟參加 Fun Coffee 品牌推廣活動。Fun Coffee 將會喺香港市場推出，而家簡單為大家介紹下公司理念同埋健康活動方向啦。呢個係一個充滿活力嘅品牌，公司致力為咖啡愛好者提供獨特嘅體驗。Fun Coffee 嘅咖啡豆嚟自世界各地高品質咖啡種植地區，經過嚴謹嘅蒸、烘、烤工藝，以確保每杯咖啡都具有濃郁嘅味道。除咗經典飲料，趣味咖啡仲推出咗好多創新飲品，為顧客帶來視覺同埋味覺嘅盛宴。為咗更好咁樣服務大眾， Fun Coffee 即將推出獨家健康應用程式，唔單止係咖啡愛好者嘅 App， 更加係獎勵健康生活方式嘅平台。用戶可以上傳跑步短片，從而賺取積分，更加可以贏取更加多唔同嘅獎勵。期待各界踴躍參與，共同度過愉快每一天。創造每一步，成為資產，讓行為創造價值，度過每一天。熱愛生命，熱愛運動，我和你共同度過愉快健康人生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